裝得好嘅 mon， 你係留意唔到佢㗎。靚大堂裝咗屏幕之後撈咗，問題唔喺個屏幕度，係點裝？傳統嘅安裝方法係將電視安喺牆上邊，突出嚟嘅黑色邊框支架同電線全部見晒，喺甲級商業大廈咧好搶眼。Fit-in billboard 嘅做法就唔一樣，佢係嵌入喺玻璃門入邊或者係 built-in 嘅 cabinet 入邊，同牆身門框平齊，睇落去係設計嘅一部分，唔係後加落去。換句説話講，熄機都要靚啊，平面同周邊物料平齊。唔着機都唔會突兀，要呢種效果咧，唔係買咗個 mon 先至決定點樣裝，而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要同設計同工程夾好晒。Context 喺規劃嘅階段咧就已經幫你諗埋㗎啦，連同安裝嘅方式一齊計。其實重點係屏幕要為空間服務，唔係個空間遷就個屏幕。所以如果有 project 規劃緊，越早揾我哋越慳。